啲時候我哋要揾文檔、應用程式或者設定選項，但喺 Windows 搜尋就硬係點都揾唔到，好鬼嬲嘅啫。而家用 Copilot+ PC 喺開始功能表、工作列搜尋框或者設定裏面用自然語言搜尋，就可以快速準確咁顯示所有可能嘅結果，包括文檔、設定、應用程式，甚至乎係網頁內容。例如你要揾某張有貓狗嘅圖片，但唔記得個名，淨係記得圖片咩樣，就可以輸入自然語言貓狗，搜尋結果就會直接顯示所有相關嘅檔案，你就唔使再喺所有圖片裏面再慢慢揾啦。又或者你想要連接藍牙耳機，但唔知喺設定邊個選項裏面，試一試喺設定嘅搜尋框輸入連接耳機，即刻會顯示最相關嘅設定選項，慳翻自己去揾設定嘅時間。有咗 Copilot+ PC 增強嘅 Windows 搜尋，資訊1秒到手，揾檔案速度超快。Windows 10將於2025年10月14日終止支援，而家係時候轉 Windows 11啦。Copilot+ PC 嘅專屬 AI 功能，試過你一定中意。